最近收到客人查詢話收到屋宇署嘅一個僭建命令，咁問我成個步驟處理呢個僭建命令係有咩手續嘅？咁第一件事當然就係我哋去現場睇翻或者睇翻相啦，咁確認翻個僭建物嘅尺寸啊、高度啊、複雜程度，咁定義佢係1級小型工程、2級小型工程定3級小型工程啦。咁如果你係屬於3級小型工程就相對簡單啦，你就咁影翻晒記錄相，之前係點樣？咁拆完之後，咁7日之內咧就補翻一份小型工程文件、3級小型工程文件俾屋宇署去完成啦。咁如果2級小型工程同1級小型工程嘅程序就複雜啲，就要你事先譬如影完相啦，跟住報咗開工，7日後冇問題，咁先至去可以開始做個清拆。咁清拆完就補翻份完工嘅文件啦。咁如果大家都完成咗呢個清拆啊，完成咗呢個報完工文件之後咧，咁其實下一個步驟就係將你嗰份小型工程嘅文件就俾翻之前收到命令上邊有電話有檔案編號嘅相關嘅屋宇署嘅官員啦，咁打翻去追翻佢。咁佢哋如果一般情況就落嚟睇翻現場，原來你清拆嘅僭建係已經完成咗啦，睇翻你嗰份小型工程係冇問題嘅話咧，咁佢就會同你清翻嗰個僭建令嘅 order 嘅。咁大約嘅情況就係咁啦。如果大家對於呢個清拆僭建有其他嘅問題，咁歡迎可以聯絡我，WhatsApp 或者私信聯絡我啦。多謝晒。